都出来吧，各位久等了。让本尊猜猜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江隐天、阴阳道，还是南宫老儿？本尊的仇家实在太多了，要是细数起来，恐怕要数到明天早上了。不如你们自报姓名。若是等下丢了性命，本尊也好知道算到谁的头上。伯爷警醒，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，我劝你最好束手就擒，否则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一群无知小儿，本尊一片好心，却被你们当成了驴肝肺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本尊好好的教教你们江湖的规矩。伯爷景行，你今天就算长了翅膀，也休想飞出这片竹林。现在能说服江隐天的，就只有我了。那我也不能为了救太子，把你的性命给搭上去吧？我身上有江隐天没有得到的无药心经，他现在是绝对不会杀我的。现在最难的是，如何让他相信，我们是真的反目成仇了。所以，必要的时候，一定要采取极端的手段来逼问太子的下落，哪怕是要对我痛下杀手。江家老儿，你孙儿要取本尊性命，看来无药心经就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成为秘密了。住手！等一等，爷爷，只要我杀了他，我们江家就能重新拿回武林盟主之位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伯爷景行，现在还不能死。爷爷是为了无药心经吗？你只要按我的吩咐行事，不需多问。你要我不杀他也行，但必须拿太子的下落来换。你太幼稚了。今天就算你杀了伯爷景行，我也不会告诉你太子的下落。把剑放下，将他押回地牢。就算我得不到太子的下落，对我也并没有什么损失。
可只要我杀了他，我江清流就可以重新夺回武林盟主之位。爷爷，当我揭发你的罪行，号召全天下英雄来对抗你的时候，你身败名裂，你说朝廷还会给你加官进爵吗？那个时候，你就是真的一无所有了。江清流，真的要背叛你的爷爷了？爷爷，这都是从您这儿言传身教得来的。你是真的不打算告诉我太子的下落是吗？那好。江清流，清流，是你逼爷爷出手的。这么多年，爷爷为了江家，什么事都干。你不杀我，我传你无药心经。比起五药心经，我爷景行的死活根本不值一提。见得人的，见不得人的，甚至做了朝廷的鹰犬。可我问心无愧，爷爷，我得到什么了？得到的是你的背叛。这么多年，我一步一步地把你培养成了武林盟主。可你呢？你却和伯爷景行搞在了一起，狼狈为奸。你对得起江家吗？爷爷没得选。原来这个世上真的有轮回。你就是你爹送给我的报应。是你杀了我爹。原来真相是这样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真相是从活人口中说出来的，这是我给你上的人生最后一课。明天天亮，就又会回到11年前那样，你为了抓住伯爷景行，英勇赴死，而我，又是那个抓住伯爷景行的大英雄。残酷吧？这就是现实。你放心，我会把五药心经和残笑神功都传给你的儿子江梅魂，他就是下一任的武林盟主。从今往后，没有人能撼动陈璧山庄的地位。老贼，想要我替你背黑锅，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今日，我们老账、新账一起算。11年了，你的剑法倒未曾搁下。若不是本尊身体有异，定能与你酣畅淋漓的大战一番。小姐，姐姐，废话少说。
不许你伤害我男人！锦爷，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，无论如何，你们不许插手。伯爷景行，亏我爹对你这么好，你却干出这种欺师灭祖、大逆不道之事。今天我要用你的血祭奠我爹和寒衣谷的亡魂。素素，你听我说，师父真的不是我杀的。当年我得到消息赶回去的时候，寒阴谷已经尸横遍野了。师父，后来我被江家父子逼上山顶，打斗中被江少桑所困，伤势严重。江家那个老贼把我押回地牢，所以我才没能回去找你。我看是因为江倚天来了，你来不及杀我，但是你没想到魏萧把我给救了，我侥幸活到了今天。素素，我说的没有半句假话。我们2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为什么你就不愿意相信我呢？因为我只相信我亲眼看到的。伯爷景行，别像个缩头乌龟似的，出手吧！素素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我跟没跟你说过，这个时辰不要让任何人进入这个房间。是他，原来真凶是他，他竟然骗了我这么多年。锦爷，那是几位师傅？别管我，去把他追回来。江庄主，来者何人？老夫太子府的总管。请。请。稷下书院，难不成这稷下书院就是阴阳道的老巢？你疯了！我当年是瞎了，至今才看清楚你的真面目。你在胡言乱语是什么？你才是当年灭寒阴谷的真正凶手。都退下！
这屋子里一定有什么玄机。要打群架是不是？别以为我怕你们，有本事1对1啊！你们以多欺少，算什么江湖好汉？也不陪你们玩了。哎呀！哎，你说这都走了好几个时辰了，这个小娃娃磨磨唧唧到底搞什么呀？小兰，我可听见你说我坏话了，你也太不厚道了吧！你怎么把你自己弄成这样？这是我第一次追女孩，把自己弄成这样。姐，我这应该算是工伤吧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开玩笑？素素呢？我看着她进了城西的稷下书院。之前我跟踪南宫大人的时候，也去了那儿。当时我还在想，这个南宫大人怎么这么爱学习？没想到，那原来是阴阳道的老巢。他一定是去找魏商质问去了。不行，我得去救他。别动，我帮你去。今天身体不好，落地的时候记得弯腰。等我回来。等你回来，我们一起干了你珍藏的那壶酒。这是谁跟你说的？是不是伯爷景行？哼，这个问题等你上了黄泉路，我再告诉你。今天我就要替我爹和寒阴谷的师兄弟们报仇。素素，你听我说，这是伯爷景行的阴谋，他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这么多年了，我对你怎么样你自己知道，你怎么能听信一个仇人的话来怀疑我呢？你把剑放下，你告诉我伯爷景行在哪，我一定替你报仇。你到现在还在骗我吗？你不是说当年救我的时候，伯爷景行已经逃走了吗？那你肩上的伤疤又是从何而来？魏萧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相信你，可是你却一直在欺骗我，利用我。素素，这么多年我对你一直是真心的，好吧？事已至此，我也不想再对你隐瞒些什么了。今天我就告诉你当年寒阴谷发生的真相。当年我与你爹，你这个贱人，我的不灭丹马上就要练好了。我本想与你一起长生不老，共享荣华富贵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啊！魏萧，做你的长生不老之梦去吧！今天我要和你同归于尽。
那谁？挡我者死！你们先走，我断后。不要怪我，这是你逼我的。你如今知道了真相，又能如何呢？你会遭天谴的。笑话！我即将登上那95之尊之位，我就是天，而你本可以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，跟我坐拥着大好的江山。只可惜，在这个时候揭开了当年的真相。当初为什么不杀了我？当年是你爹用他的命和寒烟谷换回了你的命，否则我也不会那么轻易的灭了你们寒烟谷。寒烟谷跟你有何冤仇，要遭遇这灭顶之灾？只怪你爹顽固不化，宁死也不愿交出五曜心经和博野景行。我也是被逼无奈才屠杀你们寒烟谷，嫁祸给博野景行。当年你爹临死的时候让我好好的照顾你。微笑，记得你的承诺，要保全叔叔一条性命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也算兑现了我的承诺吧。这11年，我竟败活了。魏萧，或者应该叫你南宫大人。当年果真是你。博野景行，你终于现身了。苏糊涂，小姐，报仇。不必说了。见到师父之后，替我跟他说一声，我想他了。小景用不了多久就去陪他老人家喝酒。你把他给我放下，就算死。
他也是我阴阳道的鬼。新仇旧账，速战速决。人事上。还算不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传说中博野景行的功夫到底有多么的出神入化。韦骁，你的死期到了。以你现在的体能，每日逆风阵都要比旁人耗费10倍、100倍的精力。让我也在你的肩膀上烤一下。江清流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杀你爷爷的凶手就在你面前。你现在替我杀了博野景行，待我登基之后，我定会给你加官进爵。韦骁，你做的白日梦也该醒醒了吧？和皇上，自古邪不压正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恭迎皇上回宫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此次朕能平安脱险，
全仰仗各位义气相救，朕深感恩德。就地论功行赏，众卿平身。谢主隆恩。江青流听旨。江青流侠肝义胆，以身犯险，力挽黄澜，救朕于危难之中，特封永安侯。官居一品，赐府邸一座，赏黄金10000两。江少盟主，还不快领旨谢恩？江青流，谢过皇上美意，不过在下难以领受。皇上，其一，江某是武林中人，惩恶扬善本是武林之责；其二，江某是皇上的子民，保护皇上安全，维护国家社稷，乃是民之本分；其三，皇上此次落入贼人之手，我爷爷江以天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因此，在下恕难领功啊。他人的行为与你无关，何况你的确是朕的救命恩人。以你的才能，若能入朝为官，也是江山社稷之福啊。皇上，在下自幼就出生在武林世家，早已习惯了武林自由自在的生活。若是进入朝堂之上，恐怕有所拘束，还望皇上成全。既是林中鸟，又何必把你困于牢笼之中？若是有时间，来宫里陪朕吟诗作对。好。你醒了？那是微小的。你怎么还不走？我在等你醒，好回去啊。我刚刚做了个梦，梦见了好多白衣飘飘的线，个个长得水灵又漂亮，眼球也在切中。袁秋瑶实在是太美了。不该为我挡暗器的，我也是将死之人了。可你不一样。你回去之后，搁下面告诉庄华殿，这里有好多仙女，要不然他一定会跟我抢的。但是，我求你答应我一件事，帮我好好照顾庄华殿。我带你去找苦莲子，就算用我换回你，也要把你治好。没用的，苦神医的药跟他的名字一样苦，还是留给庄华殿喝吧。
听你了，还有援救。但是你就多美。睡吧，我带你回去长生花庭。想死了吗？快放起来！据消息，比苦莲子的灵丹妙药还管用，我还能一口气再飞5千里。蓝山科那个没良心的哪去了？我都这样了，他也不来关心关心我。等他回来了，一定要好好让他伺候伺候我，弥补我身体和心灵上的伤害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？我知道，他一定藏在屋顶上。师长，我知道你在上面，我承认你气功天下第一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受伤上不去，你气功天下第一，我不跟你抢了，你快下来，我都看见你了。蓝山哥，你也太不够意思了，自己找乐子去了，也不跟我说一声。你这壶酒可就归我了，我一口都不会给你留。还有你这刀丝，我真的不还给你了啊！记得我们从前一起在师傅门下学艺的时候，你样样的强过我，无论是采花还是轻功，我都不如你，因此没少挨师傅的打。你什么都要赢我，如今连死都要先我一步，我怕是注定这辈子都无法赶上你了。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？算了算了，我啊，给你留一口。
这世间若是没有蓝山客，徒有我穿花蝶，又有何意义？蓝山客生前曾想要归隐山里，从此再也没有蓝山客和穿花蝶，只有一个闲云野鹤的闲人罢了。只是谨言，你以后出门怎么办呀？你玩你的去吧，我恐怕出不了几趟门了。太子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哦，不对，是当今圣上，他没给你封个官做做，顺便赐你一些绝世佳人，这样，你不就又能回到人生巅峰了？萧景，你知道我不是这种人。我当然知道，你傻啊！这个世上，哪还有比你更傻的人啊？说吧，你来找本尊干嘛？是要抓我回去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想你了，想来看看你。来看看我这个杀了你爷爷的凶手。你还真是傻，你就不怕我发起疯来连你也杀了？毕竟你是武林盟主，而我是大魔头伯爷景行。让他出来！出来！各位，我家少爷不在家。你说不在就不在。就是啊。各位啊，我家少爷真不在家。你的就是当大卫掌门，让他出来！小孩吗？就是，让他出来！各位，我们家少爷。出来！你说他不在家，我看他是不敢出来了吧？当缩头乌龟当过瘾了是不是啊？以前还有江尹天给他擦屁股，现在这江尹天已经死了，我看他能躲到哪一天去？我们家少爷真的不在家呀！真不知道，真的不在家。堂堂的武林盟主娶了天下第一女魔头伯爷景行为妻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对呀，你千万别告诉我，他是为了整个武林牺牲小我，成全大家了。百里伯伯，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清流的面说呢？这样为难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家。少爷，你看，原来是江清流江盟主。怎么一个人出去散步，怎么不见你那美貌的娇娘呢？多谢百里伯伯的关心，清流的家事就不劳烦伯伯操心了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约定的，谁先抓住伯爷景行，谁就是新的武林盟主。所以各位，请回吧，恕不远送。你啊，没魂小乖乖，听说你会叫妈妈啦？来，快给妈妈叫一个。没魂，我是爸爸。你看，妈妈回来了。妈妈没有不要你哦。你别胡说八道，让小娃娃听见了。他还小呢，他什么都听不懂。谁说的？本尊的小娃娃绝对绝顶聪明。好，
你说的都对，咱们的小娃娃最聪明了。你可别套近乎啊！本尊还没有对你解除警戒线呢。少爷，我先带小少爷回去睡觉了。好，来。好了，乖。子悠睡觉去了，乖乖的睡觉啊。哎，慢点。哦，回去睡觉喽。小景啊，你说，咱们要是正常的夫妻，那多好啊！每天啊，我们吃着粗茶淡饭，过着最简单的生活，带着我们的孩子，就咱们3个人，像我们浪迹天涯的时候那样。你这个小娃娃，又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那个时候啊，真的是我江清流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候。小娃娃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都有自己的使命。而你呢，就是要做一个武林盟主，匡扶正义。那你呢？你的使命是什么呢？本尊就是来游戏人间的，跟你们这些凡人可不一样。你撒谎！来人，给本尊准备洗澡水，本尊好几天没洗澡了。小景，不许偷看啊！你要的药材我都给你带来了。从这些药材的剂量上来看，博野景行的身体应该支撑不了太久。你有什么打算吗？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大不了再回我的苍云岛，与山为邻，与海为伴，也挺好。若是我不想让你走呢？我是说，如果我们2个人可以一起携手，一起云游四海也好，治病救人也罢，一起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，也未尝不好啊。伤心姑娘美意，老夫心领了。只不过，我看遍人间事，已然心如止水。你看那些花，明知花会死，又何必种花？保重，大侄女。是我失礼了。我希望有生之年，还可以在山上遇到那个偷铁皮石斛的人。那你呢？你的使命是什么？本尊的使命，大概都已经完成了吧。
小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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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小景，你怎么了？他的身体现在经不起任何的折腾，以前只需1日2顿的胭脂丸，为了保存体力，现在的他也只能是越吃越多。翠雪，哎，少爷，少爷，怎么夫人怎么了？快去找苦莲子，快！是。小景，小景。醒了，醒了，小景。谷主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你又晕倒了，我看我还是得看着你。本尊有什么好看的？我力大如牛。小景，你还逞强？那你身上带那么多胭脂丸干嘛？还力大如牛？哎，苦神医啊，小景的身体……本尊好得很，是不是啊，苦神医？啊，是吧？就是嘛，我的身体我还不知道。哼，你还不知道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昨天是怎么晕在澡盆里的？你居然敢偷看我！哎呀，这不是重点好吗？要不是因为我，你现在还泡在里面呢。哼，好像是稀罕看似的。江少爷。恐怕你还得去药房跟他们说一声，让他们多做一些花露来，越多越好。好，我这就去。你什么都不用多说了，我知道，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海阴谷的血仇已报，我现在也只剩下唯一的一个牵挂了。如果这个心愿也能了，那我就死而无憾了。不行，我坚决不允许你这么做。我必须这么做，这是我最后的心愿。你一定要帮我，求你了，苦莲子。这是我求你的最后一件事情了。已经吩咐下去了。但是药房的人手不太够，花露要明天才能到。小娃娃，你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情？什么事啊？你的武功还没有恢复呢。我的武功已经够了。哎呀，江隐天死了，没人管你了是吧？今晚运功，最后一次。这次运功之后，你的内力就完全恢复了。小景，干什么？你想过没有？白天说的事。什么事？咱们两个远离武林纷争，远离世俗矛盾的事。没想过。我知道你口是心非。我才没有。小景，你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胆小，从小到大都这样，从来不敢做任何叛逆的事情。多少双眼睛盯着我，我不敢辜负他们的期待。当然了，还有很多人等着看我的笑话。直到碰到你，你是那样一个人，天不怕地不怕。我有时候特后悔，当初没在地牢里杀了你。但命运真可笑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偏偏只有你能改变我。遇见了你，我变了好多。
这都是因为你。你别说了，你听我说完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江清流了。我现在愿意为了你，放弃所有的东西，愿意不惧怕武林的世俗。我想永远的和你在一起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我今天来就是告诉你，今天运完功之后，我们就再也没有关系了。从此我们互不相欠，再也没有什么命运使然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从明天开始，你就是武林盟主江清流。你最大的任务就是杀了我，博野景行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这件事情容不得你同不同意。请看一下，二位，请看一下，二位，哦，武林盟主江清流要挑战博野景行。博野景行这个杀人如麻的大魔头抓到了？没抓到，这可是赤裸裸的挑衅呢。哦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我也来，真的有好戏看喽。我给我来一张，我看看。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不太清楚，但凭少夫人的功夫，想走的不留痕迹也不是什么难事。少爷，还有……怎么了？本人江清流将于3日之后在寒阴谷挑战博野景行，欢迎江湖亲友前来观看。这什么鬼啊！我什么时候发过这样的告示？可是江湖上还有谁敢用您的名号去造谣啊？少爷，又怎么了？少夫人，博野景行回来告示，他说他接受你的挑战。你真的想好了？明天的胭脂丸还够吗？胭脂丸，苦莲子，你给我笑一个。真丑。现在胭脂丸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，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？不就是跟小娃娃比个武吗？有什么可考虑的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那你保重吧。放心，命大，死不了。这个人年纪大了，就容易多愁善感。乖啊，你是跟江梅魂一样大吗？我想通了，既然我不能阻止你，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苦莲子，谢谢你。一直以来，都谢谢你。
本尊昨天先想出来一个方法，应该可以助你尽快养好经脉。若按照我这个方法行功，不出10日，你便可以恢复功力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切，你这个小娃娃，可真没有良心啊！你且一观。我看看。这姑且一试吧。那我们走吧。快点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们毛就给我放下，把绳子拽过去。我警告你，别跟我耍什么花招。江盟主，你觉得以我现在的处境，我能耍什么花招？你告诉我，你真的是伯爷景行？本尊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洗干净了还是伯爷景行。江家小娃娃。都能扮成他的神兽他们两个结果就是我也行啊！我也行！这位小哥的装束很眼熟啊，是九华剑派的吧？正是我们。你们的掌门何应九可好？当年因为他在我面前放肆，我可是剁了他一只右手。还有你们什么大刀派，你们的名字起的也太搞笑了吧？还有什么武当，谁的手好像都是我剁的。本尊真是替你们感到羞耻，自家门派的武功都还没有练好，就出来称门称派了。谁给你们的勇气啊？魔头，你听着，接着我天星剑门主就算把你千刀万剐，也报不了你杀我父亲之仇。哈！天星剑，你这个名字起的可相当好啊！此乃狂妄凶残之人，我松鹤派与你势不两立。势不两立。你太师傅可没有你这么凶啊！当年他跪在我面前求我饶他不死，要不你也过来跟我比试2下？呸！要是输了呢，也不可耻，只能说明你松鹤派仍如往昔罢了。说你小心！连个区小药丸都避不开，还称什么剑什么派的？你们要不要脸？我还告诉你们，你们说的我都认。怎么着？谁敢出来单挑啊？声音比驴大，胆子比猫小。好了，别闹。江家小娃娃，你不是要挑战我吗？今日就让我领教一下你们江家9分剑法的真才实学。可真的？你下的告示，不会是闹着玩的吧？当然不是。那就来吧。有点意思。自打我14岁行走江湖开始，我爷爷就告诉我，你伯爷景行是我江清流的杀父仇人，而且还是你从小到大的师傅，大好人。
夫妻对拜。慢着，我是金元秋，我才是今天的新娘。江清六，你要干嘛？那个，我想你了。江清六有孩子了，小景，这是咱们的孩子，咱们的没魂。来，叫妈妈。是吧，江清流，你给我用尽全力。小景，这只是一场比武。这不是，你早应该明白我什么意思的。你知道你说这话意味着什么吗？本尊还轮不到你这个小娃娃来教训我。小景，咱们走吧，离开这里，去过我们自己想过的生活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江清流！你看看后面，他们都在看着你，都在等着你，你不能让他们失望。可我为什么不能？你难道忍心看着天下百姓都落入百里天雄那个老贼手里吗？婉禅说过，你不是一个人的江清流。你是天下百姓的江清流。你今天要是打不赢我，我一辈子都看不起你，永永远远都看不起你。不光是我，江以天那个老贼，还有蓝山客、川花蝶、金元秋、梅家娃娃、宫家娃娃，还有梅魂，都看不起你。这样总可以了吧？你没有尽全力，可我只有这一招了。跟我来。小景，你在干嘛？你下不了手，那就让我来。这是何必呢？这就算剑法最后一招，叫什么？傻小子，你不记得了？这最后一招叫元气。
明知道我没有那样的内力的。这不重要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有。这又是何必？武林盟主，又是你的，真好。你知道我不在乎的。我在乎。武林盟主，是你的使命，而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。不，小姐，你不能死。不用救我，救不活的。你看他，都在看。有什么话想要带给魔宫？拨开云雾见天日，我也景行以当得此报。为我所种的，你没有谁。江盟主，今日怎么这么有心，来老夫这儿坐上一坐？你不是刚当上武林盟主吗？怎么也不摆个宴席什么的呀？我想，今天过来找你求证一个问题。你问吧。我手上的刀丝是不是有问题？很明显，被谷主断了一截。所以，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和我决斗的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去死的。对了，咱们应该给咱们的小娃娃起个名字。这个，你来吧。偷来梨蕊3分白，借得梅花2缕魂。这样，要是女娃娃，咱们就给她取名叫梨蕊；如果是男孩，取名叫梅魂，怎么样？梅魂。动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说什么便是了。梅魂啊，你呢要快快长大，爸爸妈妈为你吃了不少苦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你就别矫情了，这可是我的小娃娃，我的小娃娃一定一出生就会舞剑。哎，打住啊！你不能这样胎教，他也是我的孩子。胎教？我们这胎教还不够意思啊？有几个婴儿在他娘肚子里面的时候，就跟着父母去降妖除魔了？降妖除魔这个词就不能这样用，应该叫匡扶正义，对吧，梅魂？好，匡扶正义，你开心就好。
梅魂，你的剑已经练得很好了，快来读书。别练了，我数3声，3、2、1。你小子要是再这样，明天答应带你去铸剑的日子取消。好爹爹，梅魂念说明天咱们去铸新剑。乖，让我考考你，来。这个字念什么？这个字太难了，先生还没有教到。少少爷，这字咱们可都是教了2个月了。哎呀，我说怎么忘了呢？原来是教的时间太长了。江梅魂，你爹爹，我真的不适合念书，您就让我去练剑吧。我练剑练得可好了，9分剑法我都练到第2层了。不信你看。果然是小景的孩子，孺子不可教也。别叫我爹。好吧，大侄子，我要继续练剑喽。盟主，寨外传来消息，有人自称是伯野景行。你根骨不错，但学的不精。有胡说！你看，天下武功，唯快不破。重要的是流畅和连贯。心走丰隆，意沉解析，气沉丹田，如心如如影随形，声东击西，斗转星移，飞沙走石。难得有休息，你们俩就不用跟着我了。明后天还有硬仗要打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我一个人走走，可能有故人在此。请问，这里是不是有位叫伯野景行的前辈？在下陈璧山庄江梅魂。老头子，快出来！有贵客。你是江梅魂？这位前辈，啊，令尊最近可好？家父年初已然先去了。节哀。家父临走前，终日反复提及伯野景行，我才知道我的母亲景氏真名。他还曾说家母在附近有过踪迹，所以我特意参军来此地驻守。请问，此处有哪位是伯野景行前辈吗？你所找之人从未到过塞外。他托夫君师父相告，命夫君以其名义行走，以免故人伤怀。那前辈是？在下伯野景行御用医师首席弟子水鬼蛟。这位是我的夫人单婉婵。